我係何永福，今年61歲。咁咧，同我細佬咧就係馬籍華人。咁10幾歲嘅時候嚟咗香港，就我同我細佬就相依為命噶啦，基本上關係好密切噶啦。我哋兩個都係長期病患者嚟嘅。咁佢又有癌病，我又有呢個糖尿病。我細佬就住喺我對面嗰個你嗰個床位。喺4月8號上晝發覺佢走嘅，跟住就突然之間就感到好彷徨，因為我哋長期病患就冇咩積蓄。由於我細佬係廣華醫院嘅病人，所以我就去廣華醫院求助，由廣華醫院嘅醫院社工聯絡你哋嘅，聯絡聖象嘅社工咧就非常之好，一路跟進我嘅所有殯儀啊，去殮房啊，同埋最後嘅撒灰服務都一路跟進，同埋陪同。希望咧就社會上所有需要嘅不幸人士就唔使灰心，社會上仲有愛心，仲有好多好似聖象咁嘅機構幫我哋大家解決問題。聖象殯葬基金一直致力讓逝者善終，留者善別。想讓呢個使命延續落去，誠意邀請你支持聖象殯葬基金。你嘅每個支持都會成為無數喪親者嘅及時雨。